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3次登记会上午进行最后一天的议程，包括三读议案第2、3读会，以及议员提的临时动议。会中因警察局长廖宗山将伫大会过后届任来退休，加上议会议事组的主任梁淑娟嘛申请退休，因此台南市议会特别伫大会中为2位来举办欢送会。由着议长邱丽丽来颁证纪念章。我们台南市议会是一个有温度、温暖、会祝福的一个大家庭。我们虽然在议事厅，我们会为了市民的权益把关，我们会认真的问政，但是我们私下，我们还是都非常的认同我们的所有的主管。那也希望我们的主管一起加油。伫所有议员合唱评剧这首歌，虽然现场有淡薄仔离情。不过，届任退休的警察局长廖宗山，一直以来嘛以台南的治安为荣。我真的很讶异啦不晓得这个桥段啦在我来讲，我是希望我们台南市是最安全、最宜居的幸福城市。经过1年多来的我们努力，我觉得台南市变得非常好。从观光客到现在是台湾全国最多的，我是觉得我们台南市真的很安全、很宜居的幸福城市。这位7月16日届任退休以后。廖宗山嘛表示，会先陪厝内的人四界行行看看，歇困一段时间以后，再来思考未来退休的生活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